真好看。哎呀，小姐，你今天更俊俏了，比月宫里的嫦娥还要美呀！哎，小姐，今天为小姐办大事，为何不大摆宴席呢？寺庙里怎么能摆宴席呢？傻丫头，快走吧，不要叫新郎坐冷板凳。快走吧。母亲，母亲，夫人，姐姐好漂亮。斟酒。是。张先生，你救了我们全家的性命，老身不知如何报答，今日略备水酒。来。为了聊表谢意，请干了这一杯吧。儿啊，前日贼兵围困，险遭大难，多亏张先生搭救。儿啊，上前敬酒，敬哥哥一杯。回事啊？这相思害病了，母亲变卦了。从今后，你们兄妹相称，就是一家人了。欢郎，叫张哥哥。张哥哥，张哥哥，给张哥哥敬酒。喝呀！
给哥哥敬酒。小姐，敬酒。小姐。红娘，快扶小姐回房去吧。是。小姐，走吧。小姐。小生醉了，告辞。不送。夫人，前日贼兵相迫，夫人许下话来，有人能退贼兵，愿倒陪庄莲将英英小姐许配为妻。有此事吗？有。小生挺身而出，下属白马将军，退的贼兵救出小姐。有此事吗？这……如今贼兵已退，夫人就该遵守前言，将英英小姐许配小生。为何言而无信？要小姐与我兄妹相称。堂堂相国夫人说话不算数，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先生救命之恩，岂敢相忘？怎奈相国在日，曾将小女许配老身内侄郑恒为妻。前日有书信到来，即将前来迎娶。他若来时，叫老身如何答对？倘若当初小姐被孙飞虎抢去，夫人又如何对答？君子不强人所难。老身愿意重金相酬，请先生另择豪门富户，选一佳偶，意下如何？小生不是贪图钱财之辈，告辞。他醉了，扶他回房去吧。是。张先生，张先生，张先生，你就不能少喝一杯吗？红娘姐，我哪里喝酒了？张先生，张先生，
张先生，红娘姐，我对小姐一片痴情，一时见到她。如今夫人变卦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张先生，请红娘姐将我的心告知小姐，九泉之下，感你大恩。哎呀，你真是个书呆子。哎，我有一计。哦，有何良计？快讲来。我看公子有瑶琴一张，小姐也是弄琴行家。小姐每天晚上在花园烧香。今天晚上我以咳嗽为号，你就弹琴。小姐听见琴声，她就……哦，谢谢红娘姐，谢谢红娘姐。哎，我走了啊。哦。月呀，你早些上来呀！苍天呐，你起一阵不大不小的风，把我的琴声送到莺莺小姐那儿去吧。小姐，今晚不烧香了，还烧什么香？小姐，你看，今晚的月亮多好啊！明月时时有，好事人间无。小姐，去吧，啊！
红娘，啊，我们到花园烧香去。刚才你不说不去吗？今夜的月亮多好啊！是，小姐。红娘啊，这是什么声音？是风吹竹枝响啊。轩昂铁骑响阵阵，七月盘旋一不平，满天北窗敢当列，凄凄切切不成声。小姐，我去服侍老夫人睡下再来。有美人兮，将之不忘，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风飞翩翩兮，四海秋黄。不来佳人兮，不在东墙。窗前待雨歇，绿树中长。得与飞兮，是莫难忘。小姐，鬼丫头，吓我一跳！小姐，你哭了。是风吹的。小姐，张先生叫我向小姐传一句话。他说，夫人无信，婚姻无望，他不愿住在寺里，
免得触景生情。他要走了。不，你叫他别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他的救命之恩，我还没报答。夫人以金银相报，他都不要，还有什么好报答的呀？他还说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也忘恩。他说错了。女儿的婚姻，需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如今，母亲狠心变卦，叫我这做女儿的，有什么办法？虽然红娘啊，你去告诉他，说母亲有意留他。是，我明天就去跟他说，是夫人有意留的。小姐，我们回去吧。小姐，走吧。小姐，我现在就去告诉张先生，叫他别走。夜深人静的，女孩家。张先生，张先生，请进来。哟，你这是怎么啦？我病了。病了？哎呀，生病还写文章啊，真用心啊！红娘姐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二人得了一样的毛病。小姐她，小姐她整天长吁短叹，饭不思茶不饮。昨天晚上听了你的琴声，更像是掉了魂似的。不过她不像你，总是要遮遮盖盖的。她说了些什么？她叫我告诉你，老夫人叫你别走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我那天在酒席宴前就已经看出来了。姐姐请坐。姐姐请坐。小生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儿啊？请姐姐把一封信交给小姐。不行不行，闺阁小姐怎肯私收外人书信？要是她翻了脸，这罪名我可担当不起呀。小姐既然叫我别走，看了这封信不会怪罪于你的。红娘姐，日后我一定以重金拜谢于你。哼！看你说出这种酸醋话来，我红娘姐，我说错了，我说错了，红娘姐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我可是可怜你孤单一人呀。就请姐姐可怜我孤单一人吧。那好，你写吧。我早写好了。这是你写的信啊。我还以为你在苦读诗书做文章呢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会带你送信的呢？我早就听说红娘姐心好。
别净说好听的，甜和人了。